现代台语版圣经约翰福音第2章。2日后，伫加利利的迦纳有婚礼，耶稣的老母有伫遐。耶稣甲伊的门徒嘛受邀请去参加。酒用了的时，耶稣的老母对伊讲：“因已经无酒啦。”耶稣讲：“阿母，这甲你我有甚物关系？我的时还未到。”伊的老母吩咐找用的人讲：“伊甲恁讲甚物，照安尼去做。”照犹太人洁净的规例，伫遐有6个石甕，逐个会当綴差不多100公升。耶稣甲遐个找用讲：“这个酒甕水拢倒互伊甜，因就将水倒入去水甕，倒到满。然后耶稣甲因讲：呾恁甲水舀出来，摕互办桌的总管。因就捧去互伊。办桌的总管一个担着已经变做酒的水，毋知即个酒对倒位来，不过舀水的找用知。总管就叫新郎来，对伊讲：“人拢先倒出好酒，等人客啉到醉，才出较歹的酒。你颠倒将好酒留到即阵。”耶稣伫加利利的迦纳行即个第一个神迹，伫遐显示伊的荣光，伊的门徒拢信伊。即个代志以后，耶稣甲伊的老母、兄弟以及门徒落去迦百农，伫遐住几若日。犹太人的盘过节得要到，耶稣上去耶路撒冷。伊看到有人伫圣殿的外埕伫卖牛、羊、粉鸟，嘛换钱的人伫互人换钱。耶稣就用锁仔做边，将牛、羊拢对圣殿赶出去，车倒钱倒仔，甲因的钱压散。伊阁对卖粉鸟的人讲：“遮个拢搬出去，毋通甲我的爸的厝变做买卖的厝。”伊的门徒会记得圣经有记载：“上帝啊，我为着你的殿心喜热，规人拢互吞落去。”犹太教当局的人反问耶稣：“你要用甚物神迹甲阮证明你有权柄做这代志？”耶稣应讲：“恁拆毁即间圣殿，3日内我要阁甲伊起来。”因讲：“即间圣殿46年久才起好，你3日内就要起来哦。”其实，耶稣所讲的圣殿是指伊的身躯。伊对世人中过活以后，伊的门徒才会记得伊捌安尼讲，因就信圣经甲耶稣讲的话。耶稣伫耶路撒冷过盘过节的时，真侪人看到伊行的神迹就信伊。不过，耶稣无信任因，因为伊了解所有的人。关系人的代志，伊无需要人甲伊说明，因为伊真正了解人的内心。